杭州的演出呢结束了，在回家的途中呢路过南京，然后呢他们说过来玩一玩看一看。我是前年大年初3，然后来过这里，这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呢还是挺不错的。你还可以给他们当导游，然后呢这种感觉就像是去足疗店啊，找一个之前相识过的技师一样。尽管他的手法、他的技术、他的活儿你是体验过的，但是呢，不一样的心情，臭不要脸！不一样的心情，所有的那种体验也是不一样的。心中萬千縷情，願細數有誰聽？